先看如此抓鱼哦，哎，把相机准备好，放到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最后一个给你掌声哦，他第二条刷的很卖力啊，来哟，再这条，我哋見都見唔到啲魚嚟啫。哎呀！係好嘢，還是找魚。未有呢度未有，個喉嚨未張，佢周圍味㗎嘛。係啊。哇！嗰啲魚真係唔夠佢快。佢又真係好快㗎。好嘢。他吃不下的，他脖子上綁了繩子啊，他吃不下的。他脖子上綁了一根繩子，他吃不下去。擠佢出嚟啊！擠佢出嚟。如果你嚟水你切翻落水。哎，再讀一個，仲唔會做嘢？咁懶？成日冇嘢食，佢要你俾啲佢食喎。係有我哋。哇塞！講條繩啊！係啊，快啲，拱翻出嚟！激！咩？這蠻厲害哦！好了，那我們再次來點掌聲，感謝一下我們的魚大哥，謝謝我們魚大哥讓我們看到了精彩的如此抓魚哦。哎，大家有沒有把它翻拍一下，翻拍回去做紀念？